勇氣，就算幾難，覺得啱就去做，你真係好勇敢啊！ Hello， 我係 Becca， 今日係4月16號星期三。有朋友問我啦，點解好似而家講少咗好多情緒管理嗰啲嘢？其實都有講㗎，只不過係有陣時我諗會唔會成日都係講同一樣嘢，大家會聽到好悶，或者直情想 skip 咗唔聽，因為太沉重啦。所以我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平衡下呢？不如我哋就一於喺個 podcast 入邊幾日就講下細路仔情緒管理，又或者係我哋大人嘅情緒管理。幾日就講下廣東話嘅學習，幾日就咁傾下偈，咁就樣樣都有啲，好似雜咁嗰啲炒飯咁。今日咧就想講關於勇氣。喺我哋嘅故事嗰本親子互動筆記入面啦，都有幾頁係講關於勇氣嘅喎，就係第49至52頁。如果你有本 journal 嘅話咧，你可以打開一齊睇。如果冇嘅都唔緊要㗎，可以攞張紙寫低一啲你覺得對你有用嘅嘢。咁喺50頁嗰度啦，我哋就有空白嘅位啦，就可以俾大人同埋細路仔一齊寫關於勇氣嘅嘢。咩係勇氣啊？俾大家睇下先，個 video 就係呢版啦。勇氣就算係幾難，覺得啱就去做。之後咧喺第52頁下邊啦，我哋咧就譯咗一句廣東話嘅句子啦，其實係由一句英文嘅金句譯翻出嚟嘅。真正嘅勇氣唔係咩都唔驚，而係你唔會因為困難而退縮。講起勇氣啦，令我諗起一個故仔。我個女女咧有一日放學翻嚟，同我講話咧，佢好驚啊！因為佢同老師講咗另外一位同學做得唔啱嘅嘢，佢驚會唔會其他同學都會因為咁唔同佢玩，或者排斥佢咧？我同佢講，我可以想象到係幾咁驚嘅一件事啊，因為朋友對佢嚟講好緊要。但同時間，我同佢講話咧，你真係好勇敢啊！就算要講嗰件事出嚟咧，俾我哋家長聽咧，都要係需要勇氣嘅，或者怪責佢哋點解咁遲先講俾佢哋聽啊！聽日再傾，拜拜。